香港嘅夏天喺戶外開工真係好辛苦啊！好彩有職安局呢件冷氣背心，超平，唔使200蚊，仲要做到真正嘅降溫。點降法？點樣買？呢條片一次過話俾你知。叫得冷氣背心，真心冇呃你。呢部就係背心嘅迷你冷氣機，吹出嚟嘅係真冷氣，好涼爽。部冷氣機就裝喺背脊呢個位，入邊有黑科技級散熱片，一開機快速製冷，加埋腰部2把風扇，加速冷空氣嘅流動，唔使一陣，個身即時涼浸浸，等於一個私人嘅流動冷氣房。我而家着咗大概5分鐘，堅係有料到喎，啲凍風枕住咁出嚟，仲要好穩定，唔會時熱時凍。我嘅體感溫度比起未着嗰陣，好似低咗5、6度咁啊！你冇睇佢脹卜卜咁啊，其實喐起上嚟一啲都唔覺得壓榨，同埋佢好輕，喺戶外開工舒服晒。職安局同理工大學研究發現，呢類冰涼背心喺一眾防中暑用品之中，降溫效果數一數二。開工着住佢，唔單止可以加速身體散熱，個人冇咁索氣同埋易攰，做嘢都爽手啲，啱晒呢啲戶外開工嘅工友。教埋大家點樣用，撳尿袋上面呢粒掣就可以調校3段風力。呢個尿袋仲有特大嘅容量，冷氣風扇一齊開，最長用到差唔多4個鐘。淨係開風扇仲可以用足全日添。想無間斷咁嘆冷氣，買多嚿原裝尿袋啦，有成2萬個 mAh， 相同容量喺街度買，閒閒地都要過100蚊，呢度60蚊咋。唔想着多件背心上身，仲有第2件好物推介，升級版太陽能風扇。講到明太陽能風扇，有太陽就有風，環保兼慳電。風扇仲包個3腳插頭，插濕電亦得。最正就係，只要入面嘅內置電池插滿電，就可以無線使用。咁工友無論喺戶外定係室內，晴天定陰天都可以嘆涼風啦。幾好都假，幾錢先？合資格嘅中小企同埋工會最平199蚊就可以買到一件冷氣背心，即係每日1蚊就可以涼足1個夏天。而太陽能風扇就更加抵，最平100蚊一部咋，仲要通過晒安全測試。點樣買？好簡單。5分鐘填張 form， 上載證明文件，撳個提交掣就得啦。表格就喺呢度，唔好等。數量有限，搶晒就冇噶啦。各位老闆，仲唔快啲嚟申請？各位工友，早買早享受。記得提下老闆有啲咁筍嘅嘢啦。最後提大家，大熱天時戶外開工要記住防暑4式：遮陰、散熱、飲水同埋休息。對付熱暑怪，幾招搞掂晒。Follow 我哋職安局 Facebook， 仲有大量防中暑貼士。